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努力，聽晒身邊嘅長輩、朋友嘅意見去生活，但係人生好似無限 loop 咁，感覺咧就好似困咗喺一個框框入面，慢慢咧失去咗對生活嘅熱情。工作上咧盡力做好，但係升職永遠都輪唔到你。感情入面真心付出，但每一次咧都係留唔住對方嘅。明明想改變，但每一次想衝都係咧撞返去到原點。你開始懷疑，究竟我嘅人生係咪就係咁樣呢？命運其實係咪早就注定咗呢？定係我天生就比人哋差呢？我想同你講，唔係你天生唔夠人好，只係你仲未揾到屬於你自己嘅人生定位。我係桂蓉老師，喺過往2年，我透過生命數字陪伴過超過1000位嘅學員，佢哋嚟自香港、台灣、新馬、海外華人，包括創業者、上班一族同埋在職嘅媽咪，幫助佢哋走出人生嘅迷茫、情感嘅困惑同埋職場嘅瓶頸。我見過太多人，無論佢幾努力，都係卡住咗。原因就係佢哋行緊一條唔屬於自己嘅路。當你人生方向同埋天生嘅數字能量唔一致嘅時候，係無論你點努力，你都只會越行越辛苦。就好似咧你冇打開地圖咁樣去行，越行咧就會越迷失。我自己都走過呢條路，我曾經好努力讀書，年年考第一，喺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以1級榮譽室畢業，主修會計同埋金融雙碩士。畢業之後咧就入咗 KPMG 工作，後嚟創業啦，帶領過破1000人嘅團隊，年收入咧都去到7位數，外界眼中咧就係成功嘅代表。但係我內心咧好唔快樂，因為我發現咧我做緊嘅嘢唔係我真正嘅熱愛，我不斷逼自己去變強，用結果同埋成績去定義我自己嘅價值，而我忽略咗究竟我係邊個。直到接觸生命數字，我先真正睇清楚我自己。我發現自己一直都冇發揮數字嘅正面特質，反而咧只係睇到自己缺失嘅部分。嗰一刻咧，我開始理解同埋接納自己，揾返自己嘅人生方向，成為一名生命數字導師。從嗰一刻開始，我重新活返屬於自己嘅人生藍圖。工作崗位、人際關係啊、能量狀態啊，全部都 realign 返啱嘅位置。我嘅學生都係一樣。當一個人咧行返啱嘅位置，佢嘅人生咧就會自然打開新嘅篇章。呢一個咧就係我創辦數字人生 GPS 4小時嘅精華課程嘅原因。喺呢堂課裏邊咧，唔係只係講生命數字嘅理論，而係一個咧幫你重啟人生導航系統嘅一個過程。喺4個鐘頭，你就可以睇清你係邊一種人，你真正嘅天賦優勢、方向同埋創富邏輯係啲乜？課程咧會帶你走過3個關鍵嘅階段。第一階段，看見自己，了解你嘅天賦、性格模式、最核心嘅力量，睇清楚你重複卡住嘅盲點，找出你天生嘅優勢位置。第二階段啦，找到方向，揾返最適合你嘅人生路線，邊一種工作同埋生活方式最能夠讓你真正發光？你應該專注啲乜嘢，避開啲乜嘢？第三階段，立即應用。點樣喺職場同埋關係上面重新使用你嘅天賦，提升你嘅溝通力、判斷力、合作力？點樣成為一個唔再容易被取代嘅人？短短4小時，你會知道如何活出自己人生嘅最高版本。完成課程之後咧，你會得到一套屬於你嘅天賦地圖，清晰嘅人生方向，知道點樣去做對每一個關鍵決策，知道點樣去溝通，點樣去合作，知道咧自己真正嘅價值喺邊度。終於咧走出重複無限 loop 嘅人生劇本，你唔會再迷失、亂撞、亂試，你會有方向、有節奏、有力量。如果你咧努力咗好多年，但係仍然覺得卡住嘅，唔知道自己適合啲咩方向，想提升你核心嘅競爭力，想做返真實嘅自己，呢一堂課咧會係你人生嘅一個轉捩點。最後啦，我想送你一句說話：你唔係唔夠好，你只係咧未行出屬於你自己嘅方向。當你睇清楚你自己，你就會知道咧人生下一步應該點樣行。邀請你俾自己4個鐘頭時間，打開人生嘅新方向，即刻報名數字人生 GPS 4小時嘅精華課程，重新打開你嘅人生新篇章。